二三四，踏着丈夫的脚步，感情怎样来弥补？怪我个性太倔强，话袂好好讲，伤害你的心，目屎像落雨，我头着离开，真艰苦，有了痴心爱的，请原谅我，一切是我的错误，无小心扫着风台尾，大人不知小人过，今日我煮饭到本所。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轻快好听，有听到吼？这是吴俊宏先生演唱的《听老婆》。来，我们来看一下，作词是黄明洲老师，作曲呢是黄明洲老师和吴顺华老师啊。这个原唱呢是英俊的年轻的吴俊宏。这是一首降 A 大调的歌曲啊。降 A 大调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钢琴上找到降 A 的这个音，A 降一 key 不就降 A 吗？对不对就是我上面讨价波写5.5的这个音，这个5G 跟6A 的中间这个音呢就是降 A， 它比G 高，所以叫升 G， 它比 A 还要低，所以叫降 A 因为在5跟6中间，所以我叫它5.5，你是不是给就好记的我们找到这个音弹下去要唱哆要唱哆来，那个所以是降 A 大调降 A 大调，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1、2、3、4，一个小节有4拍啦速度呢1分钟126拍一秒钟还有2拍还较低呢所以有点快来，我们来唱这首轻快的歌曲，咪嗦嗦嗦嗦嗦嗦2、3、4，咪嗦嗦嗦嗦嗦一拍有2个音，1、2、3、4、5、6这个第4拍呢，第4拍要延长，第3拍的最后面这个音要延长1拍，咪嗦嗦嗦嗦嗦2嗦2、3、4，咪嗦嗦嗦嗦嗦2嗦2、3、4，后面呢有好多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样的节奏了大家那个来先把这一句第一句给唱和惯习，唱和写来，踏着丈夫的脚步，的脚加过去拍这个嚼嚼是什么？咔也那个尾音是什么？也韵母是请把你这个卡波所以这个不清楚了这个被淡化的后面的这个挂留音的这个收呢，你要唱来这里呢，感情怎样来弥补要把后面的尾音韵母给它唱出来，踏着丈夫的脚步2、3，再来一次，踏着丈夫的脚步2、3、4，拉哆瑞哆啦啦嗦2、3、4，拉哆瑞哆啦啦嗦2、3、4，感情怎样来弥补？空一口这是个闭口音，请注意。感情怎样来弥补？感情怎样来弥补？啦哆瑞哆咪瑞哆1、2，啦哆瑞哆咪瑞哆1、2，开曲强1、2，强后边还有2拍。啦哆瑞哆咪瑞哆，怪我个性太倔强，怪我个性太倔强。好，来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里这个拐呢是拉感情来弥补是嗦这个嗦呢后面要接拉有的同学呢跟我说，老师我这个拉我常常接不到，那怎么办？我在唱着感情怎样来弥补？我脑袋里就在写嗦，这个波是嗦啦嗦哆啦哆瑞哆咪瑞哆哆，我就用这样子来想感情怎样来弥补啦啦哆瑞哆咪瑞哆哆，刚开始要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有点困难不过呢，我们常常这样练习的话，慢慢就会
渐入佳境哦，你用这个嗦一下就抓到拉了，这样这个拉就不会找不到音了。好，来从头来，打掉丢嘟一卡波2 3 4，感情怎样来咪波2 3拉拉哆瑞哆咪瑞哆哆，这一次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接得上了哦？来，那我们等一下就唱怪话哦，来。打掉丢嘟一卡波2 3 4，感情怎样来弥补2 3 4，怪我个性太倔强，怪我个性太倔强，1 2 re do mi mi re re 2 3 4 re do mi mi re re 2 3 4，喂袂好好讲2 3 4，好讲。头前呢，话袂好好讲不对，这个好讲2个字合起来才一拍啊，好好讲。好好讲，来再一次来，喂喂好好讲2 3 4，怪我个性太倔强1 2，喂喂好好讲2 3 4，好，接下来呢，拉哆哆拉哆，又来了哦，头前的一拍一拍一拍，后面呢2拍，2个音是一拍哦，拉哆哆拉哆1 2 3 4，拉哆哆拉哆1 2 3 4。伤害你的心1 2 3 4，伤害你的心1 2 3 4，嗦嗦咪瑞咪2 1 3 4，嗦嗦咪瑞咪1 2 3 4，目塞要注意，目是低音的，脚底下有一点有没有啊？这是低的。啊塞呢？这个眼泪呢？眼泪这个塞呢？要跳高8度，嗦嗦嗦嗦嘛，嗦嗦咪瑞咪1 2 3 4，目屎像落雨2 3 4，目屎像落雨1 2 3 4，伤害你的心1 2 3 4，目屎像落雨1 2 3 4，瑞瑞瑞咪嗦1 2，瑞哆啦哆2 3 4，停停停。瑞瑞瑞咪嗦1 2，瑞哆啦哆2 3 4，停停停。我头着离开1 2，加艰苦2 3 4，停停停。我头着离开加艰苦2 3 4，停停停。跟大家报告一下，来，咱主歌呢唱完了啊，主歌唱完，过来呢就进入副歌。好，咱要进入副歌进前呢，副歌是第4排，副歌下歌是这个小节的第4排。头前呢，头前加干苦后面还记得吗？我刚刚数了1 2 3，有没有？你哪有留意的？我听到了哈。加干苦2 3 4 1 2 3，就在这里停3拍，第4拍呢才要进入副歌来。哆瑞咪咪咪，哆瑞咪咪咪1 2咪。哆来咪咪咪咪咪来哆嗦咪来，哆来咪咪咪咪来嗦咪，哆来咪咪咪咪咪来嗦咪啊，哆来咪咪咪咪咪来嗦咪，来啊！心爱的，请原谅我啊！心爱的，请原谅我。这个我呢，这个请原谅我啊，请只有半拍。心爱的啊，心爱的，请原谅我啊，谅我。谅我2个字合起来才办，原谅我1 2，原谅我1 2，没有原一拍，谅跟我合起来一拍啊，然后后边呢这个我啊，这个后面瑞嗦后面也要延长咪2拍，心爱的，请原谅我，啦啦啦嗦瑞嗦咪1 2 3 4，啦啦啦嗦瑞嗦咪1 2 3 4，一切是我的错误啊！我刚刚说了哈，这个前面都是2个音2个音，然后后面这个我们这个一切是我的错误啊，一切是我的错误啊！各位看，心爱的，请你原谅我啊！对，很多好几个这个地方呢，请要注意。前面第13小节也是
头就离开，有没有啊？所以不是每个音的都是半拍半拍，或都是一拍一拍哦，这是有变化的，请要注意一下。来，我们从副歌来。啊，心爱的，请原谅我，一切是我的错误。1、2、3、4，瑞咪咪，瑞啦瑞，瑞咪瑞，瑞咪咪瑞咪咪要延长一拍，瑞啦瑞，瑞咪瑞啊。扫着风台尾来，我用念的来，无小心扫着风台尾，瑞咪咪咪哒瑞咪瑞，瑞咪咪咪啦瑞瑞咪瑞，无小心扫着风台尾，无小心扫着风台尾，嗦嗦嗦啦瑞咪瑞咪瑞2、3、4，嗦嗦嗦啦瑞咪瑞咪瑞2、3、4。哦，这句呢，甲大家报告者，这句爱注意呢。大人不记小人，大人不记小人过，毋是。你有看到无？我写一字什么？国。没错，你猜对了，要唱国语。大人不计小人过，嗦嗦嗦啦瑞咪瑞咪瑞2、3、4。大人不计小人过，无小心扫着风台尾。大人不计小人过，咪咪咪咪咪瑞嗦咪嗦咪，咪咪咪咪咪瑞嗦咪嗦咪。好，今日后。老师，你忘了圈起来，没错。来，大家念念看，今日有没有发现金是闭口音，要圈起来，对不对？没错。来，空起来，赶快把你手上的谱圈起来。来，今日我煮饭倒本数，今日我煮饭倒本数，倒哦两音，本数2个字一拍哦。今日我煮饭倒本数。啦啦嗦嗦啦2、3、4，啦啦嗦嗦啦2、3、4，洗衫溜拖卡2、3、4，洗衫溜拖卡溜拖也是哦，也是2个字合起来才一拍哦，然后头还要再延长一拍，洗衫溜拖。溜拖头，所以土的后面这个嗦要唱什么？要唱它的韵母，我们前面交代过，对不对？哈头，所以后面要念什么？哦，洗衫溜拖卡，今日我煮饭倒本数，手的后面呢？嗦也是它的后面这个咪2拍要唱什么？唱哦。今日我煮饭倒本数，洗衫溜拖卡。好，接下来呢，老公说什么？你暗灯传羞羞，听老婆吼。你看，把人家惹生气了，这下才要暗灯传羞羞，要听老婆来说。嗦咪啦瑞咪嗦2瑞哆啦哆2、3、4，嗦咪嗦咪嗦咪暗。嗦咪啦瑞咪嗦2，嗦咪啦瑞咪嗦2。这里传羞羞啊，传一拍，羞也一拍。暗灯传羞羞2，听老婆2、3、4，停停停停。暗灯传羞羞2，听老婆2、3、4，1、2、3、4。啊，来，我们刚刚唱到这个老婆的婆呢，婆大家注意了吗？婆这个4拍，然后后面有1、2、3、4，停4拍。丹迪啊，后面就要唱最后一句，瑞瑞拉嗦咪停，瑞哆拉哆2、3、4、5、6、7、8，瑞瑞2。这个力呢，有2拍，瑞瑞2，拉嗦咪停。瑞哆拉哆2、3、4、5、6、7、8，单哩哩后面这一条线的这个延长的这一排要唱它的韵母一，单哩噔噔反来的反呢也是噔拉嗦这个嗦要唱噔来吼瑞哆。5、6、7，再一次来，单哩。灯来
吼吼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现在唱的是第一遍，高帽子一来后。后就这样，哎，接下来还有没有？有间奏12小节，然后呢，反复又从头打到中途的卡波，又继续唱到等你等来听，吼二三四，哎，这个没有二，这个也没有二，这里还有二，停停停啊！谁扭在哪里？接副歌，心爱的啊，又唱到等你等来听，吼二三四，第三遍这里还有，后面这个也要唱1 2 3 4，然后突扣打，再来瑞瑞停，拉嗦咪停，瑞哆啦哆2 3 4 5 6 7 8，老师那不是一样吗？干嘛又唱一遍？没有，虽然旋律节奏都一样，可是歌词又不一样。你看前面是吼哦后最后一遍呢？最后一遍增加了这一遍，他唱什么？吼呀吼，有变化呢。来，我们唱一下。等你等来，吼呀吼，1 2 3 4停。这样2遍半才有唱完。我们刚刚已经唱了逐句的交唱呢，我们逐句大家一起练唱呢第一遍。那我们现在来唱第2遍和后面的半遍。来，我们节奏12小节，间奏12小节结束了，要从哪里？从最前面大丢丢读的卡波来。大家准备好了吗？哎，我把谱拉好，我们一起来哦。1 2 3 4，大丢丢读的卡波2 3 4，感情怎样来弥补2 3 4，怪我个性太倔强，话袂好好讲2 3 4，害你的心2 3 4，目屎像落雨1 3 4，我头着离开，真艰苦2 3 4，停停停啊，心爱的，请原谅我，一切是我的错误2 3 4，无小心扫着风台尾，大人不计小人过。今日我煮饭倒本数，洗衫揉涂骹。哎，对不起，这里老师唱错了，洗衫揉涂，揉涂，哎，2个字合起来只有半拍，对不对？哎。我针对这种唱错的地方，我都给他多唱几遍，唱熟就不会错了。来，洗衫溜拖卡，再一次来，洗衫溜拖卡，2 3 4，暗灯串烧烧啊，听老婆2 3 4，停停停停，等你等来停，吼吼2 3 4 1 2 3啊，心爱的。请原谅我，一切是我的错误。无小心扫着风台尾，大人不计小人过。今日我煮饭倒本数，洗衫溜涂骹，暗灯串烧烧啊，听老婆2 3 4，停停停停，等你等来听，好呀。吼吼2 3 4 5 67 8啊，第3遍这2个小节都要唱。等你等来，吼吼2 3 4 5 6跳扣打。等你等来听，吼呀吼2 3 4 5 6 7 8停。哎，这首歌呢，这首轻快的听老婆啊，就给大家唱到这边啊。这是吴俊宏的演唱的歌曲啊，作词作曲是黄明洲老师和吴顺华老师啊。这首歌真好听哈，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先去欣赏一下啊，这个黄明洲老师跟吴顺华老师的作品啊，这个吴俊宏先生的演唱，再回来学唱这首歌啊，就会更有感觉了哈。哎，欢迎大家呢到 YouTube 频道给岳云老师点阅爱赞。
记得打开小铃铛，也请大家呢在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给他按下去，给袁老师抖内有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赞助呢这个影片这个频道才能持续不断的给大家分享好的歌曲、好听的歌曲、新的歌曲、旧的歌曲我们今天这首《听老婆》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感谢你，拜拜。